可以过了。OK，这位的找我老师不啦？还搞下个一级那位，然后个路没记着，给这位好看呀米家嘞，可米家输嘞，嘞好看呀米家他位，农民的有的老师不啦位，的可没记着。这个对面的吧，老是不拉位，所以路是什么公马的马的，那快洗的快比的从木米巴克的给他就买，那比价提价了的就买呀，呀把快马里给，那快比里给的给他就要，不青毛路。然后让他路个位，到那位都，老虎位，我里要看的吧，是怎么过来的？到考嘛没位都，刚才把起点考，估计还是要嘞，我个地要不到，要拿，我操把要米，我操把的把卡是拿过来，我这个多是这个多比嘞。这个多的给他一样，对位，你的巴里，让他是第二趟那个，你俩也把着，不比较起来，是也还不快麻了呢，我第二不到，老虎的，多考的吧，农民的、干米的，对吧？嘛没为个来唱，有头吃的嘛考。来给地下去买，地下人家刚是炒的吧，吃啥做啥，后来做啥了，讲没多没，就业还是为了，我不会考就还是要，我不会讲。